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较早有一句结句话，讲阿婆穿花果儿，这个意思就是经体人未朴假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假，读过的假。第二条，读假这是读白音，假就是模仿或者是伪造、无实的意思。咱讲是假仙假影。另外，假好心，有人讲是假好衰。能力无够遐，假做家己真敖，咱讲是假敖。另外，佫有假仙死去，或者是假糊涂、顶青，咱讲是假死。另外，佫有假空假笑，有人讲是假死假活。明明想要治，抑佫假仙无爱，咱讲是妖怪假势力。这里文音读作假，像卡苏安怎，就是读文音，意思就是若是安怎，如果安怎。抑佫有休困日，唔免做事，唔免上班上课，咱讲是休假的假日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假敖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掠准家己真巧，结果事实唔是安尼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多强多勇假勇。第二个读做未朴假朴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唔捌耍假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无毛假假大假，咱人若是无才调，千万唔通点遐咧假敖。啊，若无未朴假朴，到时阵代志搁较大条，变做歹收煞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假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假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